你嘅醫護人員已經通知你需要開始注射胰島素。呢個視頻會解釋當你開始時需要了解嘅所有信息。胰島素係由你嘅胰臟分泌嘅一種荷爾蒙。當你食嘢嘅時候，佢會被釋放到血液度，好似條鎖匙咁，可以將細胞打開，俾食物中嘅葡萄糖進入細胞，並且用嚟提供能量。喺懷孕期間，你嘅胎盤會產生幫助你 BB 成長所必須嘅荷爾蒙，佢哋會隨住懷孕嘅進展而增加。呢啲荷爾蒙會阻礙胰島素嘅正常操作。大多數患有二型糖尿病嘅婦女同高達50%有妊娠期糖尿病嘅婦女將需要注射胰島素。如果你嘅血糖水平過高，佢會穿過胎盤，令 BB 過速成長，導致你喺分娩時出現問題，有可能需要用產鉗同真空助產、引產或者係剖腹分娩。通過用胰島素控制血糖水平，你嘅血糖水平就會保持穩定，咁會減少你 BB 吸收嘅葡萄糖量。胰島素唔能夠穿過胎盤，如果你嘅身體無法自行分泌足夠嘅額外胰島素，你就需要接受注射啦。佢同你身體分泌嘅胰島素係一樣嘅，佢唔會傷害你嘅 BB。胰島素有唔同嘅類型，長效同短效。你嘅血糖記錄可以幫到醫生開出最適合你嘅胰島素。通常由小劑量開始，並且逐步增加，直至血糖水平恢復正常範圍。胰島素係會被注射到皮下脂肪組織度，即係喺你腹部或大腿上嘅柔軟皮膚。隨住懷孕嘅進展，你可能會覺得只注射喺大腿度會比較舒服。你需要每次更換注射嘅位置，距離上次注射位置至少2厘米或者2隻手指咁闊，咁樣就可以確保你嘅胰島素會被吸收得更好，並且防止皮膚有腫塊同發紅。如果你每日起碼要注射2次，請選擇上午同下午嘅注射位置，例如早上嘅位置可以係你嘅左大腿，下午嘅位置可以係右大腿。Protophane 係一種長效嘅胰島素，藥效可以維持長達24小時，通常係喺晚上臨瞓前注射。注射胰島素後嘅4至12小時內會出現一個藥效高峰，咁係有助於降低早餐前嘅血糖水平。喺注射前，按照以下步驟嚟準備你嘅注射裝置。首先，將胰島素搖勻，將針頭連接到注射裝置上，扭開2個蓋，喺注射裝置上調校至2個單位胰島素嚟準備注射。撳低裝置上嘅按鈕，針頭尖端應該睇到1滴胰島素。根據醫生建議嘅劑量嚟調整胰島素，並且選擇你嘅注射位置。將針頭打直插入，唔好傾斜，慢慢輕輕力咁將柱塞推到底嚟注射胰島素。數5至10秒，先掹出針頭，用嗰個較大嘅蓋扭出針頭，並且將佢掉入針頭回收桶內。如果你餐後血糖水平高，你嘅醫生可能會開 NovoRapid 胰島素。呢種係一種速效胰島素，有助於降低餐後血糖水平。你應該按照醫生嘅指示喺餐前15分鐘注射，淨係喺你準備食飯嘅時候先注射呢種胰島素。每個裝置都預先裝咗胰島素。喺注射前，按照以下步驟嚟準備你嘅裝置。
將針頭連接到注射裝置上，扭開兩個蓋，喺注射裝置上調校至2個單位胰島素嚟準備注射。撳低裝置上嘅按鈕，針頭尖端應該睇到1滴胰島素。根據醫生建議嘅劑量嚟調整胰島素，並且選擇你嘅注射位置。將針頭打直插入，唔好傾斜，慢慢輕輕力咁將柱塞推到底嚟注射胰島素，數5至10秒先掹出針頭。NovoRapid 同 Proterfane 呢2種裝置都可以喺室溫下存放，但要小心唔好將佢留喺一架好熱嘅車裏面，或者暴露喺陽光直接照射之下，因為熱力會破壞胰島素。所有其他胰島素都應該存放喺攝氏2至8度嘅雪櫃內。切勿將你嘅胰島素雪硬。使用新嘅胰島素前，請檢查佢嘅有效期。已經開封同埋用緊嘅胰島素，需於開封1個月後丟棄。如果要坐飛機，請聯繫你嘅糖尿病輔導員，向佢哋索取一封旅行信同建議。低血糖即係血糖水平低，可以帶嚟嚴重後果。如果你出現以下任何症狀，請用你嘅血糖計嚟檢查你嘅血糖水平。症狀包括視力模糊、頭痛、出汗、肚餓、心跳加速、顫抖、煩躁或焦慮。如果你嘅血糖水平係4或以下，請選擇進食以下其中一種快速起效嘅碳水化合物：1小杯汽水或者果汁飲料。唔係無糖飲料，6至7粒軟糖豆，或將3茶匙糖或蜂蜜加入1杯水度，然後等15分鐘，再次測試你嘅血糖。如果仍然保持喺4或以下，就再食多一種速效嘅碳水化合物。當你嘅血糖升高到4以上，請食一啲長效嘅碳水化合物，例如1片水果、1份三文治、1杯奶或1條麥片棒。請經常隨身攜帶用嚟應付低血糖嘅嘢，一種速效同一種長效嘅碳水化合物。開車前一定要先檢查你嘅血糖水平，你嘅水平應該要喺5或以上。低血糖會影響你安全駕駛嘅能力，請記住5先至好開車嘅口訣。如果你開車時感覺唔舒服，將車停埋路邊，重新測試你嘅血糖水平。處理你嘅低血糖，直到血糖水平高於5之後，先至好再開車。注意唔好漏食任何一餐，就係預防低血糖嘅重要方法。如果你要做運動，請隨身攜帶你嘅血糖計同應付低血糖嘅嘢。如果唔理會低血糖，佢可能會導致意識混亂同失去知覺。雖然呢啲情況好少見，不過你應該話俾家人知，如果發生呢種情況，佢哋必須要叫救護車。你係有資格通過全國糖尿病服務計劃，即係 NDSS 獲取注射器或胰島素筆針。你嘅醫護人員會確認一份表格，並且加以簽署。去你當地嘅 NDSS 藥房，喺配胰島素處方時，記住要求要4毫米嘅針頭。當你喺藥房嘅時候，攞一個針頭回收桶，等處理針頭時可以更安全。繼續監測你嘅血糖水平，並且按時去你預約咗嘅產前檢查。將你嘅血糖水平同胰島素劑量上傳到 Mother 應用程式。請遵照以下6個步驟：1. 菜單； 2. 健康監測； 3. 胰島素圖標； 4. 加號； 5. 輸入詳細資料；最後係儲存。記得喺你嘅藥房攞胰島素筆針同針頭回收桶，轉換你腹部同大腿嘅注射位置。
並且經常隨身攜帶速效同長效嘅碳水化合物同埋你嘅血糖計。如果你有任何問題或疑慮，請致電31638330糖尿病輔導員，或係電郵 diabetesmmh@marta.org.au。